短寫一寫。要你可以唔使描述埋5秒內容發生啲咩事嘅，大概你想要5秒當中有啲咩人物做到最多可以10秒開你俾錢。1分鐘時間描述一下。哦，你已經發咗出去啦，係咪？嗰個文字係因應你寫嘅指令優化咗嘅文字，你會見到佢描述得非常之精細。OK， 即係話我將來要失業啦，因為我都唔使教啦 ，AI 自動幫你做埋啦。等陣先，係啦，同大家同步，等一等，俾多大概15秒，大家繼續描述埋。好叻啊！有啲人描述完之後咧，佢已經識得將嗰個指令發出去，發咗出去之後咧，個碟仙就會幫你將你頭先嗰個指令咧變成一個好詳盡嘅英文版。等埋大家用。好。佢唔係英文，佢比中文你仲更加好添，唔緊要嘅。係啦，唔知點解大家有少少唔同，得唔得？好，係啦，寫完出去，跟住你見到佢回覆俾你嘅文字咧，有個叫做 use prompt 嘅，使用嗰個指令 use prompt 又係講多次啦，叫指令係咪 ？use prompt 就好明顯咩意思啊？就係使用嗰個指令咯。你覺得佢寫得好好喎，咁你就撳 use prompt。你覺得佢寫得唔好喎，你咪唔好用 use prompt，用翻你自己嗰個咯，就係咁簡單。而家 AI 幫你已經優化埋你要生成嗰個視頻嘅指令啦，好快我哋就到睇到嗰個視頻係點啦，好唔好？好啦 ，use 咗 prompt 之後咧，就會翻嚟呢個版面，佢就幫你將個指令擺翻喺頭先寫指令嗰個地方，得唔得 ？OK， 好，最後一步，撳一撳下邊呢個箭嘴，喺你嘅電話最下邊嘅右邊咧有個箭嘴向上嘅。你撳一撳嗰個箭嘴咧，會出嚟呢一個畫面，會出嚟呢一個設定嘅界面。OK， 有個設定嘅界面。咁呢個設定嘅界面咧，放心，我用中文解釋一下。OK， 其實我哋乜都唔使搞嘅。不過咧，你可能會好奇，到底呢個設定嘅界面入邊有啲咩內容咧？上面咧，大家開唔開到呢個設定界面啊？好，設定界面上面第一個。你將嗰個綠色圈圈撥去最左手邊咧，佢就越唔跟你嘅指令，越發揮佢自己嘅創意，出嚟嘅效果就未必係你想要嘅嘢。所以我哋通常都保持喺中間。喂，有創意得嚟又要跟下我啲嘢啦。但係你如果最後生成出嚟嗰個結果唔滿意，你就點啊？試下再拉左拉右，拉右啲就係佢越跟你嘅指令就越冇創意。OK， 有時我哋呢啲叫抽卡。好似咧，平時你見到啲年輕人好中意扭波波，扭出嚟個波波最後係點嘅，未必知道嘅，好唔好？好，聽住啦，下邊有個 mode， 佢用邊個專業啲啊？定係冇咁專業嘅形式？咁寫住 VIP 嗰啲，即係要俾，係啦，我哋暫時唔好揀 VIP 嗰啲，好唔好？揀翻 standard 標準嗰隻。下邊有個叫 duration 嘅意思係長度。有得揀5秒，有得揀10秒，咁咧你可以揀嘅，係啦。咁5秒同10秒有咩分別啊？除咗嗰個視頻嘅長度係5秒同10秒嘅分別，係啦。下邊佢收你嗰個 credit 會多啲嘅，我陣間會話俾你知你會有幾多 credit。最後啦，又係 aspect ratio 啦，又記得啦，比例大小啦，同埋下邊咧有得一次過生成幾多條片俾你睇，付費嗰啲就可以話，喂，一次過我要4條。我唔想等咁耐，可唔可以你一次過做埋俾我睇？咁有啲人咧，而家我哋免費就直接揀一條，呢度揀晒啦，麻煩你近下邊呢一個綠色嘅按鈕，20個 credit 嗰個綠色按鈕 generate 即係生成嘅意思，撳一撳呢一個生成嘅按鈕。
冇俾你睇要等幾多 minutes 咯，即係會等4分鐘。你有冇見到？因為已經做完啦。係啦，因為嗱免費版咧，佢每次淨係俾你做一個任務，嗰個任務未完成咧，你冇得俾新任務佢嘅。所以咧，你當一撳，你撳嚟撳去，點解佢係咁要你付費咧？就係因為可能已經有啲嘢做緊，或者你 credit 唔夠啦咁樣，咁變咗就會提示你，你想要一次過做多幾條片啊，俾錢啦咁樣。但係唔緊要，我哋免費睇下佢啲效果好唔好先，好唔好？係啦。好，而家就好慘啦。因為你會發覺條片係唔係即時俾到你嘅，頭先豆包咧係俾嗰張圖俾你咧，即時俾到你嘅片呢啲咧要等耐啲。3 minutes 算短啦，我試過3 days 啊，當時係啦，3 minutes 就好啲。OK， 因為始終好多人都玩緊，又排緊隊，同埋始終有免費，咁所以咧佢會耐少少嘅。如果你聽住，如果你離開咗個 app。或者你電話熄咗機，你打翻開係會揾得到佢嘅。你只要提交咗個任務咧，佢就上咗雲端㗎啦。OK， 所以你係可以唔使話一定要喺嗰個版面度等佢3分鐘、30分鐘嘅，你可以離開去做其他嘢，再翻嚟揾佢嘅，好冇？喺邊度揾佢啊？萬一你離開咗個 app 咧，頭先嗰個加號隔離，望一望呢度先，唔使望你自己部機啦，望一望我呢度。頭先個加號隔離咧有個 file 按鈕寫住 assets 嘅中文係咩啊？所以變咗佢你的資產咯 ，OK。我第一次係啦，我相信大家啲資產係好多好多。咁呢度資產咧可能暫時得一條片嘅啫。你撳入去就會睇到嗰條片完成咗未啦。咁你隨時就可以撳開佢啦，跟住佢就會播放俾你睇啦。或者你可以下載佢啦，就係咁樣，好冇？陣間我哋翻嚟再睇佢。暴力色情係唔會出嚟嘅 ，OK。點界定佢自己會有 filter， 佢自己會有 filter， 可能係如果你話少少血腥嘅，佢都仲有 OK 嘅，係啦。但係真係去到話太敏感嗰啲啊，同埋一啲年齡範圍啊，佢會比較小心啲咯，係啦。佢可能申請到一半咧，佢自己會檢測到咦唔係好對路喎，咁佢就唔會顯示嗰條片俾你睇嘅。因為佢有啲字啊，冇得取消㗎啦，應該係啦。佢點都會做埋嗰個任務俾你㗎啦，佢點都會扣咗你 credit。你一撳掣佢就扣你 credit 㗎啦。嗱，望一望我哋呢一度先 ，OK。我俾喺我哋等緊嘅同時間聽下個效果係點樣。陣間咧亦都會有個好得意嘅東西咧俾大家玩埋嘅，就係咧當你上傳一張圖片咧，佢可以變成一個 Jellycat 公仔嘅效果添嘅，都係用呢個可能去做嘅，好唔好？陣間做 ，OK。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呢一個咧，你哋見到我哋呢一個版面咧，想做到呢一啲嘅效果咧，我哋都係特登用呢一個可能咧，俾大家睇到其實而家真係好逼真。我本身係用豆包啦，或者係某啲嘅 AI 嘅應用程式去畫圖啦，咁當然畫翻大家呢一個嘅徽章啦，係啦。咁然之後咧，就用翻某啲嘅指令嘅方法啦，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咁樣嘅圖像啦。OK， 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嗰個做法嗰個 step 嘅，因為呢個可能除咗紋身視頻之外，佢入邊仲有少少嘅一啲更加細緻嘅方法，例如咩咧？呢個叫做 frames 嘅一個係功能嚟嘅，其中一個功能喺紋身視頻或者應該叫做其他圖生視頻、圖像生成視頻咧嘅某啲嘅功能，就係講緊第一個版面同埋最後的版面提供俾佢。OK， 佢就會幫你當中思考一下，我點樣將你呢個第一個版面同最後一個版面咧，用視頻嘅方法連接起嚟，變成一條片，5秒鐘嘅、10秒鐘嘅，佢入邊幫你去構思一下，好犀利嘅一個功能。即係嗱，假設有人做過嘅咁樣，一位女士嘅一個片嘅圖片係
正面嘅，同埋一張咧就係背面嘅。咁跟住佢就將兩張擺埋一齊，跟住咧就落嘅指令就係回眸一笑咁樣，咁就變咗可能係嗰個女仔咧就會嗰個視頻5秒鐘就係擰翻過嚟咁樣向住個鏡頭笑咯。呢個就係頭尾精嘅一個工具啦。嗰個3分鐘完成未啊？未啊，仲生成緊啊，係咪？一時1分鐘，一時3分鐘。OK。所以俾錢，所以俾錢加鐘啊，加俾錢係。哦，陣間話俾你知，陣間話俾你知。Midjourney 太難啦，而家咧啲 AI 工具太過成熟咧，基本上唔需要再去學即係普通你唔係設計師嘅話，唔需要學 Midjourney 啦。係啦，你豆包都已經生成出嚟，已經好好嘅一啲圖片，係咪 ？OK， 好啦。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嘅話，你話我想翻去鑽研多啲嘅，純粹有啲嘅方向俾大家知道真係點樣去建構自己嘅 AI 視頻嘅指令或者 AI 圖像嘅指令啦，包括可能係落一啲唔同嘅主題啦、人物、動物、事物、風景 ，OK， 甚至乎係加場景啦，嗰個人喺咩嘅地方當中啦，背景有啲乜嘢啦。而最後就係你需要嘅風格，呢個係一個基本簡單嘅一個公式，呢啲字你可以翻去慢慢睇，俾你解説嘅啫。因為頭先其實你哋已經都做過晒㗎啦，你哋好叻，都已經做過晒㗎啦。甚至乎對於我哋某啲嘅鏡頭嘅感覺，包括鏡頭嘅語言，咩人最叻鏡頭嘅語言啊？攝影師 ，OK， 可能攝影小組做出嚟嘅圖會更加靚仔 ，OK。哇，我都識得講咩近鏡啊、遠鏡啊呢啲，我哋都識到呢度已經完啦。氛圍嘅詞語啦，仲有乜嘢嘅風格？你介唔介意睇啲比較火辣一點嘅熱爆一啲㗎？我播唔播得㗎 ，Miss？ 熱爆啲反正你哋仲等緊，我就俾大家睇一睇啦。好。曾經呢個唔係我喜好嚟嘅，講清楚先。但係咧，嗰個係咩啊？情人節嘅時候咧，咁就有啲女士咧就覺得好有興趣了解下 AI 到底可以生成成點喎。哇！全部啲貨係好高，有啲我哋男士就慘啦，逼住你哋要睇呢個咁樣嘅嘢 ，OK。呢個都係就咁描述一啲嘅字眼生成到出嚟，但係留意一下專業嘅東西 ，OK， 先唔好望呢個靚仔，望我呢個靚仔先，雖然我冇發覺 ，OK。鏡頭從上而下，呢度我寫錯嘅，鏡頭從上而下，滿屏嘅玫瑰中開始，滿屏嘅玫瑰有嘅 ，OK。本身我想係從下而上，都有從下而上，慢慢咧鏡頭向上升起，鏡頭係咪向上升起都有嘅，陣間再睇。睇到一位壯實嘅韓國帥哥嘅腿，未有腿，但係咧都見到韓國帥哥。然後咧慢慢鏡頭越拉越遠啦，睇到一個咧冇穿上衣嘅肌肉帥哥咧，就瞓咗一個滿係玫瑰嘅床。我假設你而家要請一位咁嘅演員過嚟，再要鋪滿呢一個玫瑰嘅床，你要幾耐時間同埋幾多錢？但係哇，幾隻字可以做到喎！如果你係導演，可能更加叻喎。嘴入邊擔住一支玫瑰，專門係 for you。睇住呢一個鏡頭咧，仲要微笑住，全部都做埋俾你啦。OK， 攝影棚嘅燈光，留意細節 ，studio lighting 呢啲都係我哋常用畫圖嘅一啲嘅字眼，確保攝影棚嘅燈光從右到左，見唔見到個 lighting 就從右到左，幾精準啊呢一件事。最後嗰個 4K 咧，純粹係啲助語詞嚟嘅啫，唔使理佢。但係咧，大家睇到，你哋如果想喺可伶嗰度，或者想喺其他嘅豆包視頻生成嗰度，你都可以描述得仔細啲，令到你嗰個畫面出嚟嘅。咁呢啲就係要學習啦。好，我知道大家好踴躍，好開心，OK，哇，好熱
熱辣辣，頭先睇完嗰個之後，但係翻嚟先，因為咧呢度嘅冷氣咧都的確可能人多啊，今日多謝大家捧場啊，所以真係有少少熱辣辣。係啦，你係咪啲圖像已經出咗嚟啦？陣間我哋完咗同大家先分享一下，如果唔係咧，可能你好想俾隔離嗰個睇，但係隔離嗰個就分心咗睇唔到呢一度啦。翻嚟睇咗呢邊先 ，OK。我哋除咗呢一個豆包字節跳動做出嚟嘅呢一個 AI 工具，同埋呢一個可嚟係快手啦，仲有阿里巴巴嘅 AI 工具都唔錯嘅。阿里巴巴有隻叫做通義嘅 AI 工具，佢入邊咧都有啲使用指南咧，有機會咧都可以問翻阿 Victor 攞呢一個網站嘅。例如話，你話我唔識得去描述呢啲嘅圖像，你睇到佢只要描述25歲中國女孩圓臉，看着鏡頭，優雅嘅民族服飾，商業嘅攝影啦，室外燈光級嘅電影級嘅光照，本身特寫，精緻嘅淡妝，鋭利嘅邊緣畫出嚟嘅圖就係咁樣啦。所以咧呢度有好多參考嘅有一啲嘅指令嘅框架啦，有一啲參考嘅圖像同埋佢落咗啲乜嘢嘅提示詞啦。最緊要係下邊呢一啲。原來我寫特寫人像，佢出嚟就會係咁樣嘅圖片嘅結構 ，OK？ 原來我寫近景鏡頭，佢出嚟就係咁樣嘅結構。原來我寫中廣角鏡頭就係出嚟咁樣嘅構圖，諸如此類 ，OK？ 或者可能頭先講嘅咩鳥瞰式、俯瞰嘅視覺場景，從上到下自然嘅上而下嘅一個視覺，就畫到一個咁樣嘅好似好完美嘅風景照啦。呢啲微距鏡頭超廣角鏡頭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㗎啦，一定一睇就知道啦。但係可能你唔知嘅係，原來我描述得咁仔細，呢一啲嘅圖像生成嘅軟件都可以畫到俾我睇喎。咁除咗呢一個嘅圖片嘅一個指南之外呢，亦都有啲視頻嘅指南呢，都可以做到咁樣嘅。呢個就係話一位身穿機甲漢服嘅黑髮古風女孩啦。然之後咧就轉身望向鏡頭咁就見到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效果啦。係啦 ，OK。呢個世界未必而家眼見為實啦 ，OK。又係啦，有啲叫做特寫鏡頭，一位古風女子臉龐，柔和嘅光線灑在佢嘅皮膚上，勾勒出佢細緻嘅輪廓。睇一睇。等佢撈完你就睇到啦。呢個係阿里巴巴一個叫做通義萬象嘅軟件，佢已經播完啦已經。慳好多功夫啲線有啲麻麻地不過都唔錯嘅。所以呢一兩個文件咧，大家係可以有得去自己再重溫一下，甚至乎咧我都做到一啲咁樣嘅效果嘅。睇一睇呢條片啊！呢條片咧係我成年前做㗎啦，我諗 Victor 同埋 Rihanna 都睇咗好多次㗎啦。故事講緊啲咩啊？我識用 AI 就叻咗好多，做咗好多嘢，多咗時間陪屋企人，跟住仲可以健埋身添，跟住最後就變埋Great Gatsby 咁樣嘅貓貓啦，好得意。網上而家係咪好多呢啲視頻啊？係咪好多人睇啊 ？OK， 都可以講到好多故事啊！你哋都可以做到用頭先嘅方法，豆包去生成又得，然之後咧喺翻可能嗰度做翻啲嘅識喐嘅動作就可以㗎啦。OK， 你哋已經識咗一半㗎啦。好，翻嚟先，我哋大概嘅構思通常做一條咁樣嘅片係點呢？全部由 AI 做都得，可能喺我哋另外一啲嘅課程當中啦，會講得更加詳盡少少，同埋帶住大家一步一步去做啦。就係點樣呢？首先你要用 AI 工具構思故事，故事之後就會可以有啲分段，可能我先講60秒，唔好太長。分段可能60秒當中呢，每4-5秒已經有一啲嘅分鏡，全部可以由邊個做啊？碟視
幫我諗一個關於三隻小豬同埋一隻大灰狼嘅故事。然之後就幫我將呢個故事變成分鏡。每個分鏡大概3至4秒。幫我將呢個分鏡咧變成一啲 AI 圖像生成工具懂嘅指令 prompt。DeepSeek 又會 send 埋個 prompt。然之後再將個 prompt 抌去邊度啊？抌去豆包，抌去其他嘅工具。OK， 生成咗個圖像咯喎。跟住最後我哋就要做一啲叫做圖像變視頻嘅東西。咁樣我哋可以確保咧，我頭先用紋身視頻大家都做到係咪？但係出嚟個效果未必係你想要嘅嘢，所以我會先畫圖，確保個圖咧出嚟係你想要嘅嗰個結構，跟住再將個圖變成一啲識喐嘅東西，咁你就會可以更加控制到佢個效果出嚟係點樣。所以我哋而家嚟試一試嗰個圖生視頻。好啦，又要翻去咧，我哋咧嗰個可靈 Clean 嘅軟件，唔係網站啦，今次記得係軟件，所以喺你嘅電話度揾翻 Clean AI 嘅軟件應用程式。咁啊，撳翻去呢一個主頁，通常點樣撳去個主頁呢？可能都係左上角有個箭嘴啊、目錄啊，翻嚟呢一個主頁先。OK， 主頁就係講緊中間有個加號，中間下邊有個加號，嗰個叫主頁。好，係撳翻個加號先。好啦，我哋咧而家要做一個圖生視頻，不過咧我哋用另外一種方法去做圖生視頻，所以咧唔好撳呢一個 image to video 先。我哋撳咗個加號咧，喺個 menu 當中咧，我想大家撳左下角嗰個 effects 係效果 ，effects 嘅中文係效果，係啦，撳一撳呢一個效果，你就會去到呢一個版面，好冇？呢一個版面，中間呢一個，你會見到一個中間呢一個版面，佢已經咧非常之好，而家好多人玩啊嘛，佢就本身咧已經幫你自設咗一啲嘅效果俾你去揀選嘅。咁而家網上最 hit 嗰個效果係咩咧？就係呢個，見唔見到一個毛茸茸嘅咖啡杯，下邊寫住 fuzzy fuzzy。我哋首先第一步揀效果，揀咗呢個 fuzzy fuzzy，OK， 毛茸茸嘅。毛茸茸嘅意思 ，OK，fuzzy fuzzy， 揀咗 fuzzy fuzzy 啦，有個黃色嘅框框、綠色嘅框框框住咗佢，代表你已經揀選咗佢啦。揀選完之後咧，下邊咧係可以俾你上傳圖片，咁呢個應該唔陌生啦，大家有用過呢一啲嘅電話嘅工具應該都識得啦。中間咧唔係有兩隻狗仔圖嘅，呢個狗仔圖我已經上傳到圖片㗎啦。中間係咪有個版面可以撳到加號或者撳啲圖像可以俾你上傳張相片啊？咁你可以選擇。而家同你身邊嘅朋友影張自拍照，陣間變成嗰個好得意嘅 Jelly Cat 又得，或者你自己影一張自己嘅照片又得，或者你話唔要，我直接咧喺我嘅電話當中咧去揀一個圖像出嚟，陣間咧變成呢一個嘅毛公仔嘅圖像都可以，好冇？好，上傳完圖片，揀完呢一個效果非常之好，你已經可以撳呢一個生成啦，係啦，就係揀翻又係下邊又扣多你20個 credit 咁生成，好唔好？3個步驟嘅啫，第一步揀效果，第二步上傳圖片或者即時拍照，第3步撳生成，3分鐘後就會幫你做成呢一個咁可愛嘅 Jelly Cat 嘅圖片啦。OK， 呢啲就係叫做圖生視頻嘅功能咯。我俾咗張圖佢，我描述咗一啲嘅指令，然之後你要幫我做啲嘢，大概就係咁樣，好冇？唔使描述啊，因為佢已經 preset 咗幫你描述咗啦，係啦，佢背後後台幫你描述咗啦。俾半分鐘時間，大家撳一撳呢一個掣，或者 upload 張相片，跟住撳生成。撳完生成之後又係要等咯喎，等嘅期間我哋又講其他嘢咯喎，所以千祈唔好離開住啦。每日咧呢一個嘅可靈咧係會有，應該係你第一次註冊有166個點數俾你㗎。OK， 咁就可以俾你慢慢用，跟住用晒呢啲點數，每日咧佢會俾66個點數俾你嘅啫，即係大概做到2-3張圖就冇得玩㗎，但係都夠用嘅，即係啦，即係想你買咯。如果你話我有5個 email 嘅，咁你就可以係啦，即係一路換 email 去用佢啲 credit 又得。
哇，咁搞笑！嗱，呢個咧係網上小紅書揾到嘅一條片嚟嘅。咁呢條片咧都有成幾千個 like 啦，跟住又有幾百個收藏啦。咁但係我想你留意一下呢條片靚唔靚仔？一定知唔靚，我都未播。條片靚唔靚仔？有冇啲人物一致性？頭先講嗰啲 ，OK， 甚至乎咧係有啲咩元素令到你睇得咁開心咧？我哋睇一睇先。好無厘頭，好無聊，但係你哋又睇得好開心 ，OK？ 啲圖像靚唔靚啊？真係唔靚嘅 ，OK？ 睇到未真係唔靚嘅。啲人一唔一致啊？係啦，加變埋個鬼佬添喎，係啦，絕對唔一致啦 ，OK？ 跟住啲圖片有冇喐啊？都係齋得圖片同埋文字嘅啫，其實連視頻都冇，但係我哋都睇得好開心喎。唔怪得知有成3951個 like 啦。OK， 所以有時咧個故事都好緊要，同埋一啲叫做視頻嘅勾字都好緊要，好唔好？但係呢啲圖像全部都係由 AI 生成嘅，係嘛？但係你都可以做到咁嘅圖像，會唔會個故事係講緊一啲同你自己生意有關，或者係為咗宣傳個會有關嘅東西呢？其實做得有趣呢，就會有人睇㗎啦。有人睇呢，就自然會有人留意你啦。個平台又覺得你啲視頻做得好呢，佢就會派多啲流量俾你，好唔好？網上嘅世界就係咁樣樣。而家我哋講緊15分鐘，可能就已經可以做到一條咁樣嘅片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個環節咧，我聽到有啲人可能嗰個視頻都已經生成咗出嚟，陣間都係嗰句啦，我哋再轉頭先分享啦。大家已經做到啲好得意嘅圖像，好開心啊！呢個係最想做到嘅畫面啊！可以過入嘅，翻去氹個孫先。你見唔見到咧？你撳開條片咧，上邊咧有個 menu 掣嘅 ，OK？ 上面個 menu 掣咧就會有個下載嘅按鈕啦。下載嘅按鈕通常都係有個箭嘴向下，跟住有個盒掣咁樣啦。咁你就自動會儲存去你嘅相簿當中㗎啦。有時候咧，如果下載唔到你嘅相簿嘅話咧，就會去咗你嘅檔案嗰度嘅。大家應該睇得好開心。但係都係嗰句，可唔可以？我最後仲有少少嘅時間，大家暫時唔好睇住嗰條片，忍住手先。好啦，忍住手先，因為咧我知道大家一睇咧就會好開心，好想分享，你哋可以分享去你哋啲群組當中，好嘛？忍住手先好冇？係啦，頭先好叻嗰個畫圖嗰個，今日都已經學到新嘢啦，犀利啊！多交流啊，原來你都係個專家嚟嘅。跟住首先我哋翻嚟睇下呢一邊，好啦，個聲音咧都暫時收齊先啦。邊個仲睇緊？翻返嚟先好冇？翻返嚟先，係啦，唔該晒大家。好，喂，不如俾啲掌聲你哋先啦，咁犀利，全部都跟到，然之後又可以做到呢咁得意嘅嘢，好犀利係咩咧？就係呢一個又免費用又做得咁好玩，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或者去參加一啲活動咧 ，send 翻俾啲朋友 ，send 翻俾啲客戶，係咪可以同佢哋有啲更加好嘅關係嘅一個方法啊？好啦。我跟住落嚟咧，想最後講埋咧，就係關於一啲叫做視頻剪接嘅東西，係啦。你翻嚟先，係。如果唔係後邊聽唔到，我今日有少少沙沙地。唔該晒你。好嗱，最後想介紹嘅一個工具叫 CapCut。CapCut 咧又係邊間公司咧？又係字節跳動，即係抖音、TikTok。因為佢哋最叻做咩啊？短視頻就好需要你嘅剪接技巧。國內咁多億嘅人口咧，冇理由個個都用電腦剪接㗎嘛，所以佢哋用手機剪接係最方便嘅而家。咁 CapCut 咧係國際版 ，CapCut 係國際版，國內叫咩咧？叫剪影。影係邊個影咧？日字邊上映嗰個影，唔係影像個影。所以你哋係揾唔到剪影嘅。
聽住，你哋係揾唔到剪影，因為你哋嘅 iPhone 係轉咗去國內嘅 App Store 先會揾到剪影嘅。而剪影咧有啲功能更加犀利，我陣間介紹。國際版我哋香港揾到嘅咧，通常係嗰個叫做 CapCut 嘅功能 ，OK？ 都係嗰句啦，麻煩你哋嗰個圖片嗰個視頻咧，等陣先啊，如果唔係影響到隔離嗰個。我撳入去呢一個 CapCut 嘅應用程式咧，因為時間關係啦，大家就冇辦法俾大家試啦。我想最主要 demonstrate 一下咧，佢某啲嘅 AI 功能咧係值得大家去用嘅。假設咧你平時要做一啲嘅片，要做一啲咩片咧？放心 ，AI 嘅呢一啲嘅功能越嚟越勁咧，剪片咧一啲難度都冇嘅。我而家咧就有啲嘅視頻喺我嘅手機當中，揾下係呢條 OK， 我有講嘢嘅一條視頻。好，呢個係一個剪接嘅版面。通常我教班咧，半個鐘頭就已經可以教識你點剪接㗎啦，好簡單嘅啫。就算你冇經驗或者你好驚對手機咧，半個鐘頭都搞得掂嘅。咁睇到咧，我而家有個剪接嘅版面咧，我撳 play 呢一條片咧就會講嘢嘅。大家好啊，我係 Dixon。今日咧非常之開心，我哋咧呢一條視頻咧就會講啲唔同嘅嘢。講咗啲廢話，咁然之後咧，你會發覺呢條片係冇字幕㗎嘛，冇字幕點算咧？通常咧喺下邊咧就會有啲叫做目錄嘅按鈕啦。咁我呢個目錄嘅按鈕咧，我呢度有個掣寫住文字 ，OK， 下邊有個掣寫住文字。咁好明顯啦，顧名思義，我想加字幕，梗係同文字有關啦。你就會見到下邊有個掣咧，叫做自動字幕。自動字幕。咁我撳咗呢一個自動字幕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個設定嘅版面俾我，佢會問我你想要嘅字幕係從邊度嚟㗎？即係嗰啲語音有人講嘢先有字幕㗎嘛。咁其實咧 preset 咗已經幫你揀選咗，即係乜都唔使搞。嗱，撳咗自動字幕我就可以咁產生啦。當佢係付費功能嚟嘅，佢最多俾我做免費2次嘅啫。陣間睇下幾錢啦。OK， 我撳咗呢一個產生之後咧，佢就幫我因應我片入邊講嘅內容去生成呢一啲嘅字幕啦。有時候可能會耐啲，有時候可能會短啲，視乎你嗰條視頻有幾長。咁大概40秒嘅內容咧，好快而家已經出咗嚟啦。睇一睇。大家好，我係 Dixon。今日咧非常之開心，我哋咧呢一條視頻咧就會講啲唔同嘅嘢。點解咁開心咧？就係因為我哋嚟咗呢一個叫做科學園嘅。好啦，首先第一步，如果你曾經有叫過人去幫你加字幕或者自己加字幕咧，係要點嘅咧？你要首先嗰個幫你做嘢嗰個人係要點嘅咧？對唔住，係啦，唔記得咗，在座各位都係大老闆，係啦。首先第一步係俾錢，跟住佢就自動生成㗎啦。嗰個自動字幕係唔同嘅形式嘅自動字幕，係咪？所以嗰個自動字幕就係我幫你加啦。我要點樣幫你加呢一個字幕咧？就係首先我要喺你開始講嘢之前撳一個添加字幕，然之後輸入晒你要講嘅內容，可能係嗰一句啦，因為你冇理由成版面都係字幕㗎嘛。跟住咧就拉長到去你啱啱講完嗰一句，咁先完成，跟住再要為下一句再去加啲咩過往嘅日子。而家就係撳個掣咧，佢就自動偵測你講緊啲乜嘢，就已經可以出到視頻嘅內容啦。當然你話喂，入邊嗰啲字錯喎，呢個 Dixon 咧唔係呢個 Dixon 喎，其實我撳幾撳咧就已經可以咧改翻咧入邊嗰啲文字啦。OK， 咁都係好似平時 iPhone 輸入文字咁啦，我就揀翻我係呢個係 OK。咁其實就已經改完嗰啲文字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啲字太細，亦都有一啲嘅部分啦，可以將啲字咧變成唔同嘅顏色啦，同埋拉翻大少少啦。咁其實咧改完一個字幕咧，其他字幕都係跟住會改嘅，好唔好？所以好方便。同埋呢一啲位置啦，你話我冇繁體字喎，其實都可以喺個 font 即係咩啊？字體當中咧揾翻一啲叫做繁體嘅字體咧，亦都可以變翻咗一啲嘅繁體字體嘅。呢個就係一個自動字幕生成嘅功能。OK， 咁然之後你話完成啦，我就可以撳匯出咧，就已經做完幫一條片加完字幕啦。不過 CapCut 始終都係國內嘅一個軟件，佢嘅廣東話偵測都唔係最完美，可能大概有90%左右啦，佢可以幫你。另外10% 咧都係要自己去做嘅。咁所以咧有另外一個字幕嘅 AI 工具，我陣間咧再同大家去分享下。但係分享之前咧，咁啱我都係用緊我呢一個手機咧，仲有一個功能想同大家講下嘅，就係嚟自於國內嘅剪影。OK，
係有方法下載到去你嘅手機度，不過比較難啲。咁呢啲有啲課程比較中再去同大家分享啦，比較難啲嘅。咁啊，如果你有機會下載到剪映咧，入邊嘅功能就非常之正啦。除咗頭先生成字幕之外，睇一睇啦，我呢一條片咧，我而家加一條我曾經錄過嘅一條片。呢條片咧，我講嘢咧係直情係窒晒嘅。我細個嘅時候，曾經有個 uncle 問我大個想做啲乜嘢？我當時係答唔出呢一個問題。OK，咁啊，當中有啲咁樣嗰啲嘅東西啦。OK，我撳一撳呢一條片咧，我又係有個功能可以撳啦。嗰個功能咧叫做智能剪口播。智能剪口播，我相信後邊一定睇唔到㗎啦，我噏出嚟就 OK 啦。有機會你想要揾得翻咧，我問下 Victor 啦，我哋有機會交流下就可以啦。好，下邊咧撳咗智能剪口播之後，佢會自動偵測我條片講緊啲乜嘢。自動偵測我條片講緊啲乜嘢，又需要少少時間偵測嘅。咁偵測我條片講緊啲乜嘢啦？而家去到100%啦，就會睇到一個咁樣嘅版面，就將我講過嘅嘢咧，全部用文字嘅方式列翻出嚟。最緊要係見到有啲空白。我冇講嘢嘅停頓位已經標記咗出嚟俾我啦。仲可怕嘅係，我撳一撳呢啲位置 ，OK， 我係可以做一個叫做睇下先，我應該係撳呢一個編輯，係啦。好，見唔見到我有個 keyboard 出咗嚟啊？我撳呢個刪除嘅按鈕，我就已經可以將頭先嗰個空白嘅位置咧，OK。delete 咗佢啦，我再 delete 埋個再 delete 埋呢個唔講嘢嘅位置，從頭推呢個俾大家睇下。我細個嘅時候，曾經有個 uncle 問我大個想做啲乜嘢，我當時係答唔出呢一個問題嘅，因為我嗰陣時都好迷。睇唔睇到啊？中間你已經唔覺，我已經剪咗啦。以前剪片係點啊？要剪咗佢 delete 咗佢，跟住再揾翻呢部分再剪咗佢。仲恐怖嘅係，當我撳編輯，然之後我再去撳標記無效片段，佢可以一次過揾晒我5分鐘、10分鐘呢條片所有停頓嘅位置，然之後我撳個掣，佢就將呢一啲停頓位置一次過刪除。AI 剪片佢呢個要俾付費㗎嘛？佢呢個係暫時你 download 到剪映嗰個國內版嘅話咧，限免嘅，即係有限度免費，係啦，暫時都仲係免費，好。所以有好多嘅AI 嘅方便性咧，你會發覺其實我分享嚟分享去，只係你未熟習點樣去用，唔係佢好難用。OK。咁當然可能你都要花時間去鑽研邊度有啲咁樣嘅功能，咁呢啲就係我嘅工作啦。咁我就係令到大家咧可以用最簡單嘅方法咧，幫你做到好多 AI 嘅事情啦。如果 AI 係咁難嘅，今日你哋就唔會玩唔到啦，係咪？就唔會即係玩得到啦。所以咧 AI 咁難咧，係絕對唔難嘅。如果咁難就叫翻 IT 就算啦，好冇？如果唔係就唔叫 AI 啦。AI 就係為咗令到你哋咧到普羅即係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嘅一啲嘅工具咯。咁如果你話我想要靚仔啲嘅字幕嘅，你真係做開啲片，平時要同自己去拍攝、幫老細拍攝等等嘅，有個最新嘅香港人咧，應該都係嗰個後生仔咯，好叻咯。佢做咗一個網站咧，佢出嚟嘅廣東話字幕咧係更加好嘅。OK， 同埋係繁體字嘅，叫做 Canto Sub AI。咁有機會咧，直接抌條片上去咧，佢一開始咧，你開個賬戶俾你嘅 email 啦，30分鐘免費嘅，30分鐘嘅視頻內容免費嘅，30分鐘之後你就可以考慮俾唔俾錢啦，都好平嘅啫，好似講緊一個月幾十蚊咁樣，幾十蚊港幣就已經可以用到啦。咁所以咧，上傳個片上去，撳個確認上傳，佢就已經幫你生成咗個字幕出嚟嘅一個功能。另外咧，最近亦都有啲嘅工具咧，廣東話嘅語音都越嚟越成熟啦。我哋好快試一試，應該如無意外咧，1分鐘我就試到呢一樣嘢嘅。大家同平時中意聽咩故仔啊？鬼故、恐怖故仔、鬼故。我生成一個我叫 Deepseek 關於香港
鬼故事30秒以內。唔好介意各位嘅前輩師兄師姐OK 就純粹係即係冇關係，你當係開心玩下嘅啫。OK 如果有冒犯到就對唔住啦。好。喺呢度咧，呢一個網站係由一間上海嘅 Minimax 嘅公司做出嚟嘅網站嘅工具啦。咁咧我就喺入邊咧揾翻我想要嘅廣東話，跟住咧就會揀翻一位可能係呢一位嘅女士咯。係咪？你好，我開心可以為你。OK， 試一試佢。OK， 咁我咧而家咧就俾咗一啲我嘅鬼故事俾佢啦，我都未睇呢個鬼故事。我揀咗呢一位嘅女士嘅語音啦，佢可以識得講廣東話啦。然之後我撳呢一個生成嘅按鈕咧，我哋好快咧就會聽到咧由呢一位女士嘅聲音咧去讀出呢一篇嘅內容俾你嘅。深夜，香港獅子會舊會址嘅燈突然亮起，傳聞多年前一場慈善晚宴後，會長同成員們平安，跟住會議室傳嚟掌聲，推開門只見一群模糊身影圍坐，機械式咁鼓掌，頭部佢轉咗180度盯住佢，下個服務對象就係哇！咩事啊恐怖，但係咧我覺得個語音麻麻地，我哋揾到個男聲聽下先。你好，好開心可以為你提供配音服務。你好，好開心可以為你提供。可以揀嘅，有機會可以再仔細啲玩咧，可以。深夜，香港獅子會舊會址嘅燈突然亮起，傳聞多年前一場慈善晚宴後，會長同成員離奇消失，天氣好奇查看，聽見會議室傳嚟掌聲，推開門，只見一群模糊身影圍坐，機械式咁鼓掌，頭部卻轉咗180度盯住佢，下個服務對象就係你。OK， 所以非常之成熟啊！而家咧所有做視頻嘅元素咧都越嚟越犀利啦。OK， 咁好，俾少少時間我啦。最近亦都係呢一個吉卜力嘅風格同埋做玩具嘅都非常之好玩啦，好多人都喺度玩緊啦。我自己都做咗大概嘅效果，就係可以用可靈變翻個識喐嘅視頻出嚟。大家應該頭先都做過下啦，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咁另外咧就係咧，而家咧講緊話演員都唔需要咯喎。咁呢一套叫做 Severance 嘅戲原片係咁樣啦，轉咗 Keanu Reeves 嘅樣之後咧，都完全睇唔出有任何嘅瑕疵啊！呢個係嚟自於騰訊嘅一個 AI 嘅一個研究嚟嘅，咁期望以後咧，可能就係講緊我淨係請個默默無名嘅演員，然之後咧配翻嗰個明星嘅樣上去咧，可能都已經可以拍到戲咯喎。係啦。咁最後啦，睇埋我哋嘅數字人啦，我介紹咗咁耐啦 ，Victor 亦都介紹咗咁耐啦，今次叫我嘅數字人介紹下佢自己先。我係真正嘅 AI 版的神，我可以令到我嘅頭像講嘢，亦都可以令到我嘅頭像唱歌。睇到呢度嘅你，我相信你都會同我講，咪又係呢啲，我見過晒啦，甚至乎你做過，但係冇效，冇人睇嘅。AI 係咪真係好似大家講到咁犀利？慳到嘅時間，終於可以陪個仔去東京迪士尼玩，每個禮拜多咗幾日可以陪阿媽食飯，令到我多咗好多生意翻嚟。AI 工具嘅商業應用，我教咗咁耐，我同你一樣都覺得 AI 數字人真係冇乜用。直到今日，我終於等到佢。Hello， 我係全新嘅 AI 的神，呢個係我嘅數字人分身。今時今日喺一個唔可以唔做個人 IP 嘅商業世界，我非常肯定未來每一個人都必須會做自己嘅數字人。試諗下，你拍一條片要花費化妝、set 頭、
拍攝團隊、場景等等嘅費用，而且就算你唔做，你嘅同事、你嘅同行都會做。但係如果你識做又做得好，你就會成為比起其他人更加早一步揾到商機嘅人。Daja 可能係香港教育 AI 商業應用最叻嗰個。呢條片重複咗4次，但係講緊嘅內容同埋個嘴型係完全唔同嘅，就係講緊話我可能只需要拍1次咁大把，我就唔需要以後再驚我又要揾隊 crew 嚟幫我拍啊，我驚 NG 啊，又配稿啊，嗰日又要裝備得靚靚仔仔啊咁樣，咁我就用我嘅數字人咧就可以即係一條片咧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內容。其實我唔做嗰個重複俾你睇咧，分分鐘呢啲剪接你都未必睇得出係一個 AI 嘅數字人。咩叫數字人啊 ？Digital avatar，中文叫翻即係香港咧叫翻虛擬形象。咁呢啲數字人咧仲可以做到唔同國家嘅語言嘅。唔識用人工智能嘅人，只會被識用人工智能嘅人取代。Les personnes ne sachant pas l'IA seront remplacées par ceux qui savent。不會用人工智能嘅人，只會被會用嘅人取代。人工智能を使えない人は使える人にとって代わられるだけです。Ang mga hindi marunong gumamit AI ay mapapalitan ng gumamit。多謝有掌聲添啊！我工人姐姐以為我工人姐姐以為我真係識講菲律賓話嘅下載一下，我以後同喺阿 Sir 面前要小心啲，同朋友講嘢 OK。咁但係咧，呢啲你見到嘅數字人咧，其實用呢一個 HeyGen 嘅應用程式。iPhone 先有應用程式嘅 ，Android 機係冇嘅，唔好意思。所以咧，我會建議大部分，如果你真係想做數字人嘅話咧，係翻去用電腦或者 iPad 去操作咧係最好嘅，好唔好？咁啊，今日都係時間關係，冇機會同大家分享太多啦。但係始終都係關於圖像同視頻生成嘅話咧，都唔可以唔知道關於數字人呢一樣嘢嘅。咁啊，就見到我哋呢個數字人咧，可以幫我做好多嘅宣傳啦。甚至乎咧，我最近亦都同呢一個 HKTDC 合作咧，就係佢哋有個晚宴。咁佢哋咧嘅高層咧就唔想下下都做拍攝啦，想慳翻多啲時間，同埋咧佢哋又唔想配稿。咁所以咧，我哋最後就諗咗一條橋，就係話點樣可以咧幫佢用 AI 做到一個效果出嚟咧。咁你見到呢啲嘅 2D 圖像啦，同埋佢嘅口型啦，甚至乎陣間嘅肢體動作啦，都係用 AI 去生成。咁啲人咧喺台下就睇得好開心啦。佢又可以咧做到一啲嘅動作啦，做到一啲加去佢哋團隊嘅説話啦。呢個就係我哋為呢個當時貿發局嘅一個晚宴做嘅一啲嘅 AI 視頻，一做咧就做咗8條唔同嘅短片嘅。做咗幾耐啊？都做咗都幾日㗎，都做咗幾日㗎，因為包括構思啦，幫佢哋做剪接啦等等嘅內容。咁所以收翻咧，關於圖像嘅生成咧，我哋分享到呢一度先，純粹俾啲 big picture 嘅嘢大家睇下啦。將來我哋仲可以做到啲乜啦？而家咧就係講緊自動每日幫你管理社交媒體都已經可以做得到㗎啦。有一啲叫做工作流 automation 嘅，頭先Victor 都有介紹過咧，一啲叫做 AI agent 嘅東西咧，就可以每日定時定候，例如話朝早10點鐘，我想幫我公司出 post 嘅，佢自動幫你搜羅一啲嘅網上新聞資訊。跟住變成一啲嘅圖片同埋文字，一個 Facebook post 嘅框架同埋一啲嘅要點，自動就已經可以幫你發出去你嘅 Facebook、IG 甚至乎 LinkedIn 啦。亦都咧，可能有啲人想話，我點樣可以將2-3個鐘頭、5-6個鐘頭嘅錄音，或者可能係 YouTube 嘅1-2個鐘頭嘅視頻咧，變成做文字咧 ，AI 嘅工具都可以幫到你做到呢一件事。你會議記錄啦，瞬間就已經可以出翻一個靚靚仔仔嘅一個排版嘅會議記錄。我有時清商嘅活動咧，都會做呢一啲嘅事情嘅。OK， 咁唔係因為我哋要去懶啊，但係咧可以慳翻我哋好多功夫。咁嗰個記錄你當然要自己去 fact check 啦，去確保佢嘅內容出嚟係 OK 啦。我最自豪嘅其中一個設計嘅一個 AI 工具咧，有啲在座嘅朋友仔可能分分鐘都用緊添嘅，就係一個叫做 AI 會計妹俾人起咗。咩事咧？就係曾經我唔知大家有冇好似我一樣咁難。我咧會儲低啲收據，因為要報稅。OK， 請客食飯啊、搭車啊、自己食飯啊等等。我屋企咧嗰張台上面有座雪山嘅。嗰啲白色嘅收據堆咗喺度，諗住年尾會處理，你估下我會唔會處理？唔會啊！太好啦，你已經越嚟越認識我啦，所以我就做咗呢一個 AI 機械人做啲乜嘢咧？我淨係影張收據俾佢，我乜都唔講。你咁叻啊嘛 AI， 你應該知道呢張收據係咩嚟嘅。
佢果然知道呢張收據 OK 入邊嘅內容啦，係收據啦，邊間餐廳食嘅食咗啲乜嘢，幾時食嘅食咗幾錢，屬於乜嘢嘅類別，自動幫我儲存埋去我嘅 Google Sheet 嗰度。我嘅 bookkeeping 我乜都唔使搞啦，呢一樣嘢我揼咗1個月，我自己做嘅。我哋用啲 AI 工具拼拼湊湊啊，點樣可以睇圖啊，落啲咩指令啊，個指令有2-3版咁長嘅，我哋揼咗1個月。但係我會形容佢買咗我未來人生唔知幾多年嘅壽命。係咪啊？我自己搞到幾時啊？我嘅揾人搞又係花我嘅錢，係咪 ？OK， 好啦，原來分享到呢度啦。多謝大家。係啦，咁啊，今晚嘅節目咁最後翻返俾我哋嘅，多謝你哋嘅邀請啦，亦都多謝 Victor 嘅邀請啦，亦都多謝你哋在座咁多位咁熱心、咁有耐性咧喺呢一個少少高溫嘅情況下去聽我啦，咁啊，多謝 Victor。好，唔該晒 Victor。勁唔勁啊？因為今日咧即係我哋都其實係圖像生成同埋詞文生成啦，咁但係其實頭先已經少都有講過，其實點樣 AI agent 係可以點樣協助到你平時日常生活嘅生產力係點樣提升咯喎？咁我相信大家都可能都想了解多啲，或者點樣去揾阿 Dixon 再了解多啲係嘛？可唔可以 Dixon 都講一講，其實你都有啲嘢點去教大家，俾大家都知道啦，不如？多謝俾小弟少少嘅廣告時間，我咧除咗係有一啲嘅。即係今日嘅分享之外咧，我其實平時教得最多咧，都係一啲嘅企業嘅老闆啊，甚至乎有啲最近有啲知名嘅商家啊，都有嚟我嘅呢一個全領域 AI 呢一個商業策略實戰班嘅課程嘅。咁呢個實戰班嘅課程咧，係真係落地操作，唔講咁多 theory， 唔同你講道理，淨係教你點樣操作同埋點樣做出優質嘅內容。關於啲乜啊？就係關於點樣將 AI 用喺你嘅生意當中。OK， 咁我好多就算係話唔係有自己生意嘅朋友仔咧，佢哋嚟到咧都有好多學習，最起碼咧佢可以快咗10倍去做佢哋嘅工作啦，跟住其他時間可能有少少吞下泡啦，但係最緊要佢做到老實想要佢做嘅嘢咪得咯，係咪 ？OK， 咁呢一個課程咧就通常都係7節嘅內容嘅，每堂課咧係3個鐘，咁都係夜晚放咗工嘅時間啦，每個禮拜3啦，7點半至10點半啦，加埋咧畢業咧仲有個畢業禮嘅喎，咁就 total 係24個鐘頭嘅一個課程嚟嘅。咁坊間暫時應該咧冇一個課程咧係可以最簡單易明嘅方法，而且咧係最深入咧去令到每一個範疇，點解叫全領域咧？就係每一個生意範疇，無論係商業嘅策略啊、計劃書啊、點樣做你嘅社交媒體嘅營銷啊、營銷嘅策略啊，去到文案嘅輸出等等啊，全部淨係用手機。因為你識用手機，就唔會唔識用 iPad 同電腦，我淨係教手機嘅啫。OK， 嗰啲坊間可能有啲人會教你電腦操作，係佢有個電腦俾你，跟住翻到屋企你都未必識得用得翻咁。所以今日咧就俾大家少少體驗一下啦。咁大概就係咁樣嘅。冇位，講埋啦咁就係啦。多謝，唔係會嚟嘅。職場報名就因為唔係關於職唔職場，主要係因為 Victor 朋友就一定有折頭嘅，係啊。咁呢一個課程我出邊咧係15,800嘅，咁所以 Victor 嘅朋友啦，即係加上早鳥價啦，其實10800嘅都要。咁但係咧都好抵啦，因為係2個月嘅一個課程，同埋真係而家呢個時代唔學 AI 就俾人慢咗一步，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呢一個課程就期望大家嘅支持，期望大家支持。通常都係佐敦上堂嘅。係啦，咁各位師友如果真係有興趣嘅話，就轉頭就去同阿Dixon聯絡啦。我哋可以係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差不多啦。好，係啦，咁多謝各位今日嘅參與，多謝晒。你哋3個俾佢影張相。我可以同我哋影相啊，走啦！過嚟，我哋一齊影相先。